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无要讲选举，无要讲立法院，要来讲一种你毋捌看过的钱。古早话人咧讲，人两骹，钱四骹。那即马是人两骹，钱走甲无看影。虚拟货币敢是稳当当，但是哪会诈骗一件搁一件？今仔日咱好来讨论管理。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丁賽區這個區塊鏈的一個觀點的創辦人王慶真，大家好。那麼第二位資深的科技顧問張慶玉張老師，大家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比特幣加虛擬貨幣發展協會副秘書長兼律師林尚倫，各位好。那麼第四位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首先，互觀眾朋友先來了解，到底這發生什麼代志？會使講哦，在國內虛擬貨幣三大交易所之一，真有名的一間，傳出了前後任負責人涉嫌詐欺，因為這間交易所早就是向金管會完成了簽署洗錢防治法律遵循的聲明，所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了。到底金管會恁是咧創啥？但是主委黃天木表示，已經委託外部的研究單位要來制定着虛擬資產專法的可行性，差不多9月份才有結果。全台灣前三大的虛擬貨幣交易平台 S 王牌交易所創辦人涉嫌詐欺，利用一般人對投資虛擬貨幣欠缺理解，透過假廣告騙投資人投資無價值的虛擬貨幣，講會佇交易所上市穩賺袂了，3年外騙到上百人。現場查扣了現金新台幣1億1152萬餘元，以及各類型的虛擬幣。那總價值呢是1億800多萬元。那從現場查扣的現金以及虛擬幣的部分，總共加起來總計達2.2億元。警方深入調查發現，交易所負責人王姓律師嘛涉嫌協助洗錢，只是連有簽金管會洗錢防治法遵聲明的交易所，攏涉嫌詐騙，正做犯罪管道。政府監管的力頭敢愛強化咧？我們對虛擬資產業者的洗錢防治，不是只是看一紙法遵聲明就完全就不去做其他的監理。我們還是透過檢查跟日常的這個交流，去了解它實際的情況。金管會主委黃天木表示，金管會並無認為自律規範是上尾的監理架構，嘛已經委託外界學者專家研究訂定虛擬資產專法的可能性，按算9月就會當定出來。記者綜合報道。我相信真濟觀眾朋友看到這幾條新聞吼，可能看較灰煞煞，上理解的可能是講哦。詐騙2億2,000萬啊！但是毋是虛擬貨幣，就是看無的，是安怎想要尾還有錢？這到底怎樣回事吼？先來看講吼，這個加密貨幣詐騙的定定你看到的吼，你嘛要注意，有人是吼，你嘛看講敢若咧博股票共款，所以先來看吼，這資金盤啦，鳥鼠仔會，這大家上知，伊就假報吼，講吼，這個真。投資咯，真好容易啊來回收，所以呢，以後金補前金的方式，我先互你，出這新聞，我敢若會賺哦，所以呢，借出存款來吸引更加濟人，然後用鳥鼠會的方式來包裝，你來誘落線，這下線緊來誘來，這種，還有這種假網站、假 App、假交易所。這完全攏假，就在網絡頂頭，先甲你試一針啊，再甲你套掉了，再甲你再來提吧。所以開始咯，正常交易，開始資金啦、出金啦，然後不甲你報好康，移去到另外假的所在，再甲你提起來。我攏有甲你講，你來注意聽哦。場外交易
无经过交易所，我先甲你记接了后，讲哦，我甲你讲，我这哦市价较低，来遮吼，敢若吼以前咱咧去银楼共款吼，我毋是讲银楼拢歹啦吼，买家吼买家咯伪造交易名册，个诈骗集团，伊后咧正经的后咧用假报的，听起来敢若甲头头新闻的小可相共哦。头一摆用大白发行 ICO 啦吼，无商业模式，详细白皮书以人头推荐的方式，就是讲我甲你见面来，你加来群组，我甲你讲吼，迄就敢若以前的股票老师，另外还佫有假空头的，就是透过呢伪装送出了代币，讲我遮吼你来点落去，我互你收权，敢若有一个好康的哦，最后你甲你的钱包吼，拢叫侵入去。我讲的毋知拢有对着吼，我要请吼，即个钉钉吼，你甲咱讲，大部分是分做啥物类型？我应该安尼讲，科技型的，你是真正点入去了后，无法度就叫洗，也是讲，这根本甲科技无关，这就是人的问题，这到底都一种。这两个拢有，就是讲人的，就是讲伊就是讲这物件你买你就期待讲你的价格会讲足悬的，就是讲这敢若报股票共款。嘿，就是讲因较早的时阵就是第一摆听过，就是没有很熟悉，毋知影讲这是创啥的，就是讲有足侪故事是讲买这个人。真正有赚到钱，消息，消息有一些场合，实际呢，有一个真的人，站在台上，讲伊赚偌济，听起来就相像的呢。嘿，对啊，就是讲，人的部分就是讲，伊会创造一个故事，互人去相信讲，这是真的。第一摆的科技的物件就是讲，伊在操作的时阵。足侪人是足侪是讲伊用的东西用足简单的，伊无用过太复杂的物件。就是讲他一开始去接触的时候，就是他只会用一些基本的一些操作。就是讲伊参加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会讲无你的钱互我帮你代操。我帮你代操。对，足侪是安尼，因为伊足侪人是用安尼智障型手机的。有足侪一些阿公阿伯拢是用智障型手机。你的意思是讲阿公阿伯也咧算比特币哦？有中南部是有类似安尼，参像办那种线下活动。咱咧本来咧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甲阮制作人讲，咱咧讨论这个题目敢好吼？用出敢有？真正有咧真正是有。就是讲，足侪人就是毋捌，因为伊个科技的物件，伊讲。无熟悉无了解台上的人讲敢若是真的，所以有些人会直接摕现金。反正就是讲甲呢飞天遁地。对，嘿，足侪是安尼啦。这我先请教律师吼，律师你所接受的，你嘛有替人咧义务咧做辩护，即嘛法律上去用掌着抓着，这个形态是啥物？其实这边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啦。那刚刚主持人讲的很清楚，可是其实这些都是有一些混合，混了几个物件啦。像刚刚讲到的资金盘，其实这个会去跟我们的 ICO (Initial Coin Offering) 这种东西会去组合。我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发表会说，我们有个很棒的币要发行咯，发行了这个币会多有价值，这是第一步。下一步就说，我们来找几个下线，我找你去拉其他人，你就秦友老师，就蔡老师，对，然后蔡老师再往下面再去找，哇，所以这个资金盘老鼠会扩大这个币本身造成诈骗的损害。那最后损害会怎么发生呢？是这个 ICO， 哇，我一开始讲说这个价值可能是100块，后来整个资金盘结束后，价值变0了。那这个大家其实是诈骗吗？我们还是买到了这个币，只是这个币的价值本身被诈骗。那第二种就是刚刚钉钉也讲就是用几个 APP 用 Line 在那边骗的，那个是第二种情况。那个其实本身跟加密货币是没有关系的。像我这边我可以特别跟大家讲，我们这些叔叔伯伯，我们看到的会是什么样的图哦？等我一下，请大家看一下，是这样子的图，可不可以请那个 zoom in 一下？
就是这个会是手机上那个 APP 的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写了一个叫 USDT 啦，其实这是加密货币里面的美金，然后显示说哇，你赚了7000多块哦，那那我们叔叔伯伯哦好开心哦，赚钱了。可是跟你讲，这些每一个东西都是毕卡索作图啦，拢是假呀，哇自己画的东西啦，所以就会利用这样的形式来进行诈骗。可是，在刚刚丁丁讲到，我们去很复杂的，我教你怎么把加密货币这些货币汇到这个老师的账户的那一瞬间，其实钱就已经汇出了。所以这个跟加密货币的诈骗有关系吗？其实没有，全部都是话术，而是透过这个科技只是一个媒介来达到快速转移钱的目的。可是他骗其实只是骗大家认知的差异，还有可能会想要赚钱的那个心啦。这个是我们法律上我很常碰到客户的状况。那真正是科技给你诈骗的可能性有偌济？案件你来比例顶头。那科技的，那就是我们可以讲到刚刚的假空头。空头这边我可以讲细一点。空头这边是什么概念呢？空头是说，今天如果你加入我这个币，你提供我这个资料，因为空头其实都是在发行，比如说我发行一个叫小狗币好了，我这个小狗币你加入了我的空头，我会在未来这个币成长后，我会分润一定给你。像其实很多好的项目都会给很高额的空头，可是他这个就是借用这个空头的名义，要了你的个人资料，因为个人资料里面会有一个叫做比如讲我是一个马斯克的徒弟，对，很多都用马斯克，马斯克投资我，那你把你的钱包的位置给我，那这个钱包的位置其实就会是涉及科技犯罪了，因为钱包其实是一段代码，那这段代码其实就是记录你有多少钱，那当你把这个代码给他后，他会假借说要给你空头的名义，就把你代码里面所有加密货币的记录，不是 copy， 写另外一段说，我让你允许移转到我这边，所以你的地址上面会很有趣哦。你先有100万颗，假装你有1颗比特币写在那边，你下一段记录就是我这1颗比特币转给那个老师，就安内不见了。所以其实你是看着它不见的，记录都还在。这个就是运用到加密货币科技这种记录来制造账本后所利用的犯罪手法。过去古早话就讲，惊你看，唔惊你知啊。你即摆是就是互你知，唔惊你看，嘛唔惊你知啦。就这人。这我先张老师你稍等啦，我先请教蔡老师哈。你安尼个听起来，到底这几项内面，金管会吼会当直接来阻止，而且有法令来个现行的法令，还是讲日后要安尼马上有通管理的，敢有？其实大家拢是出代志的时阵，较要找金管会啦。咧趁钱的时阵，无人咧找金管会。咱先莫讲到讲即个虚拟的即个汇币吼，汇币即个会起防诈骗。其实你伫股市内底，你嘛看到公司会做介绍，金管会管无？金管会嘛是尽量管啦。伫市场内底，咱嘛是希望这会计师有法律的律师，大家会当做伙来，互这间公司变得较好。咱讲的公司的治理嘛。但是政府安尼政策出来，大家若无爱照做，我毋是24点钟甲你家己裤头，怎啊甲你对咧？这有影对无？所以重点嘛是讲，我是感觉咱这的投资者，大家要有一寡基本的认识啦。就是讲，你到底爱有偌济的利润靠合理的？迄利润绝对袂对天顶落来，你敢有可能赚啊比台积电较济？你有啥物本领无？你若无即个本领，今仔人甲你讲哦，你放伫我遮比你放台积电较好，还是放伫我遮参放台积电更好？你得爱怀疑啊嘛。你若要相信，你毋通到时去用骗你的时阵，你较来讲政府拢无咧管。谁人安尼讲咧？因为伊会当创造遮大的利润，一定伊有相当的即个风险，较有可能。像货币这个物件，你会当个讲看伊是工具还是资产？伊若工具就是交易嘛，交易工具就是咱遮若5个人，咱若拢认同这个货币，咱就会当安尼交易。转来转去啊。对啊，今仔日咱若细汉囡仔咧算，大家黑白算个红仔票，你家己写一个数字，咱若大家拢有相认，大家拢有信任，这就有这个钱的存在。但是伊若是一个资产，你大家看这个资产是好也歹的。好，今仔日一个建商来甲你讲，哦，你来投资我这厝起起来当偌济钱，有合法无？合法啦，伊就有起厝啊，伊就有请建照啊，但是伊起会起来袂，伊甲你让杠去，嘛是诈骗啦。
所以我是感觉所以讲，这部分就爱先看这个建商到底有可以啊无可以，就跟这个会费就无一定有关系。你要看这个建商有可以无可以，看你对有了解无？你今仔日要投资这个货币也好，你要看你对货币有了解无？你毋是听人讲，你就怎啊对咧走啊？你若要听人讲，迄个人看唔惊，鬼看哭哭惊，你要叫金管会来甲你管袂赴啦。所以伫这个情形下，我是感觉对政府的角度来讲，我相信主持人想要问的就是讲，是毋是政府应该拨加侪时间？甲气力来好来关心即个物件啦，因为这毕竟是即马伫市场有一定的需求嘛，伊伫美国嘛有即个相关的即个监管会当来投资，所以我是感觉讲，咱政府应该开较侪资源甲气力来好好了解即个物件，伊是安怎交易的，嘿，伊的交易伊会出问题所在伫对。你袂当讲怎甲放咧，拢无咧甲注意。你若要讲政府有咧管无？政府每一个物件拢有咧管啊。金管会每一支保单嘛拢有咧管，但保单出问题的时阵，大家就要讲找保险公司、找金管会啊。来，好，张老师，你观众朋友因为大家对着这个诈骗开始有小可概念了。张老师，你甲咱说讲一下到底这个虚拟的货币这项物件是安怎出来的？这个原理是啥物？其实伊这像伊真内底其实有分啦，一种是所谓区块链的，咱所谓比特币的部分，另外像这迄个虚拟的货币这个部分因为其实这讲就是讲，这个物件当初出来伊有伊的创新的部分，创新的部分就譬如说，我定伊有一个。规矩伊有一个定出来，一开始就一个规矩。譬如说，伊拢总定起来，像咱内底戏剧内底有讲到咯。我上济就是2100万的比特币安尼。问题呢，这个比特币的部分，我要安怎去算？我要安怎去界定伊的价值伫底？也是讲，我会当趁偌济，所以像进前一寡人就是要做挖矿的部分。伊要做挖矿的部分的原因是安怎？就是伊基本上就是讲，所谓咱在讲的区块链的物件，就是讲，就是咱拄来，亲像拄啊蔡老师讲的，咱所谓的咱啊亲像讲，咱去银行，咱银行拢有咱的存折，所谓迄个交易的价金啦，啥物货今仔日我转过互你所以迄个金钱的迄个流向拢足清楚的。毋过即个部分呢是存伫所谓银行，还是所谓伫银行的体系内底。毋过呢，咱即马所谓迄个区块链的部分，就是讲，咱今仔日我转互你，你转互你，所谓伊所有的交易的这个记录的是伫全世界，这是全世界有万几台的所谓伺服器的电脑内底。伊的意思就是讲，我搁安怎厉害？我无可能共一个时间去做全世界这万几台的电脑，全部从伊内底交易的这个记录去甲伊篡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伊所谓就无迄个中心，毋是讲我敢若存伫对一个中心的电脑安尼尔骇客啊去迄个去甲某一个银行去甲概括，就物件就无去啊，是安怎？所以伊讲的就所谓去中心化，意思就是讲。伊的记录，伊的这个记录是伫全世界，你无可能讲有法度共一个时间从这个记录甲伊篡改。所以老师，咱先停喺遮。我意思是讲，好，你无法度每一个全世界拢去改，但是你人伫国外就算讲我知影你，但是我掠袂着你，对，有这种情形嘛？伊这个亲像讲，咱亲像讲，譬如说，足侪警察咧办案啊，是啥物货，我当知影是啥物人，我嘛知影讲，假设按所谓讲，即马大家咧讲的，讲包括所谓我要做管理的部分，不管是所谓实名制啊，是这个部分，啥物人你要做啥物，我拢会当知影是你这个人某某人啥物人做啥物动作，因为这个交易的这个记录是一直拢袂一直会伫的。无法度去改，所以大家拢会当知影讲啥物人啊啥物。问题即摆就是讲，就亲像伊拄仔讲的，有人去改这个，有人去改了后，你看到你内底的钱无去啊，你嘛知影是啥物人改。问题是，你会当抓到这个人无是另外一件代志啊。你像警察还是所谓这个调查局，有法度去抓到这个人，这是搁另外一件代志。
哇，这听起来你嘛，你实务上，恁拄着这种代志，恁拢安怎甲消费者，还是讲你本身也有经过这种代志？就是讲身边的朋友啦，嘛是有拄着类似的状况，就是讲伊就怕去追踪，很难去追踪说他到底比如说假设如果遇到诈骗好了，然后那个钱已经到对方身上了，啊去找这个人，啊就是讲区块链的是安尼啊，就是讲有一个地主，啊这个地主。今嘛上大的问题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交易所都有实名制，就是说你的名啊，跟你的地主是对在一起的，嘿，有一些交易所是无的。哦，所以政府并无提供一些相关的这个连接。对，就是讲有一些交易所是有要求去做这些实名制的物件，但是有些交易所或是甚至是讲钱包，那个钱包是无的。所以你的钱打到伊的钱包，啊钱包对不了，找无迄安尼这，但是咱咧交易的时阵，敢有通讲，你要甲我做生意哦，会使，啊你带倒去创啥，啊伊这平台顶头拢无问即款 KYC 的这个物件。安尼最好的物件就是讲找律师，找律师写一个物件。所以我若要买一项比特币，我来找林律师。最好是，同时就是讲伊要。打钱起供，坑到这些钱包里面啊，同时找律师写一个物件，然后呢，把双方要做交易这件事情写清楚。哇，每一笔都按呢，林律师。我觉得我们丁丁讲就无告无道嘞，这就是这才是正常的交易模式嘛。像我们觉得很难想象。但是我若是干那一粒万呢，啊，我也要叫你写，你的律师费我就出袂去啊。我跟你讲，你不一定要到律师，像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涉及的诈骗，那金额是500、600、700万，你找理专去投资，你要不要签契约？你一定都会要啊，投资。那我怎么跑到加密货币？我600万，我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因为恁进前甲我讲，拢去中心化，拢安怎啊？这就无一个中心，我就心中就无中心嘛。这个节目就上重要，我中给大家看，伊个拢是假的啊，图片都是假的。那。真的，实际上比特币的交易其实是很常在使用的。我们也就是会帮客户去做这件事。那当我们确定说客户他的钱包的位置，或者我们确定这个客户他在交易所里面的账户有 KYC， 这个反而还更安全，他更逃不掉。KYC 你讲好大家，因为观众朋友不一定知。KYC 是咧 Know Your Customers， 知道你的客户的名字。知影你的客户的名是啥？啊，其实唔那是名啦，吼，你的姓名册，你整个个人资料，你过去记录好啊歹，拢爱知嘛，吼。这银行实体银行内面本来就有嘛，吼。我再补充几点就好，就是这个，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诈骗的这些会发生，都是在一个非常常态、非常少见、非常不谨慎的交易下才造成的。所以这个真的是加密货币的问题，还是？其实就是跟以前的诈骗一样，只是大家利用这个科技来当做一个工具而已。其实这个是要去做区别的。像刚刚我们一直都讲到 APP 那个交易，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 ICO， 其实一直也有人用很烂的股权去卖仙股去做诈骗，但是都是一直存在的啊，对啊，只是。但可能在律师你的眼中看讲，这真正是幼稚园顶级的啊，这也会当骗了。所以到底，这我也想要问讲。咧算这种物件，还是咧做这种交易，难道拢是少年人吗？真正无，少年人比较少被骗啊，东西比较年长的被骗。哦，这，我请问这个会所不是？你干嘛拢耳机上、欧巴上吗？因为我可以我也是补充刚刚我们丁丁讲到的，你讲到钱包位置这个问题，少年人温东无自己的钱包，我们都是交易所的钱包，所以诈骗的人。他其实第一步听到你有钱包就会放弃了，因为诈骗人他是希望你去国外创一个没有 KYC 的钱包，你把钱打过去，你再打到他没有实名制的钱包，这样才会发生。那如果人家诈骗我说我在台湾知名交易所我有钱包，我要打给你，他说哦 no， 因为知名交易所自己都会帮你审查，如果你一笔600万、700万的加密货币到一个有被通知为警示账户的去，根本不会给你转啊。交易所就其实，所以如果你在体制内，反而你更认识加密货币，你的认知到了，其实你被骗的几率反而不大。最大的问题就是我都跟着老师操作，老师帮我国外弄一个钱包，弄一个假的，我跟着做，
那个才是真的发生诈骗的这结果。听起来敢若有色情诈骗共款呢。就是本来是就是伫推特顶头，啊，甲你讲，你想要看搁较济无？哎，看搁较济吼，咱来外口，啊，外口去，搁另外讲，无喏，你着爱先吼，爱加入会员，啊，偌济，啊入去了后，啊，就甲你讲，啊，才甲你洗，规个甲你洗，毋但是洗一支，搁洗3支。拢是共款的方式，你共款的方式吼，拢是共款。老师，这若是，这我过来问金管会，若是这种诈骗，这都毋是金管会会当管的咯。是啊，所以我感觉拄则大家咧讨论，我讲袂当规个拢讲要望政府去甲你管啊。大家若咧趁钱的时阵，拢叫政府毋通介入；大家若咧了钱，去用骗你讲你政府是咧创啥货。所以我是感觉讲袂当啥，重要是咱拄则过来的人，大家拢讲着，过来来宾拢讲着，就是讲咱投资人的心态是啥货啦。啊，到第二点就是讲，即个交易所若通过，讲即种的交易所伊交易的即个目的是到底是啥物？伊若是交易即个货币，啊，伊若互咱的投资人入啊，大家咧讲即个钱是毋是有一寡保障？就若像去买一寡即个理财商品相共，其实拢会放伫银行的即个信托嘛。啊，你钱，你有要用即条钱，我确认你真正有要用即条钱，这钱靠我落。才会当叮当。就若像咱去付建商，咱去先买即个，伊呾要开始起的即个建啊，伊还未起起来。啊，伊拢爱有信托啊，咱去买一寡即个百货公司的即个礼券，嘛是拢有一寡信托啊，拢放伫银行，伊会帮你有一寡信托法会当甲你帮你规范，互咱遮的投资人啊，咱遮的买遮的即个礼券的人，袂去用受到诈骗，这是伊原来的目的。所以拄则听起来讲，大家感觉讲本来就有即个机制啊，只是讲。即件有一寡诈骗，可能毋是即个机制，所以我感觉这是爱特别注意。另外一个，大家讲到即个讲，你爱 KYC， 即马甚至爱 KYCC， 就是爱知影你的消费者的消费者是啥。拄则律师讲到讲，我即笔钱，我若要汇去外国的即个小铺内底，人就会帮你检视讲，这是毋是有问题？这就参咱一般实体的经济相共嘛。对无？我今日若即笔钱，我要回归另外一个所，比如讲我要回归乐西亚，伊就随甲你动起来。你要回归乐西亚上，啊，我若要买石油，这理由做正当的。但是我若要买过遐讲我要进口啥，听起来怪怪，是毋是有要洗钱？所以我感觉这是一般的即个咱国内也好，国际也好，这洗钱的即个防治法内底，一定拢有一寡固定的即个规范啦。所以我会感觉讲，大家。投资人也好，咱的观众朋友也好，你要去做一个投资，你爱去想看卖无？你有啥物的机制会当互你降低讲你去用骗的即个风险？啊，你得爱想讲，伊安尼做合理，无可能讲我摕一笔钱互你，啊，怎啊所在拢互你处理？你若感觉有安尼有安心，安尼妥当，安尼你就毋通去用骗了，你开来怪政府啊！这吼，我也是爱先甲观众朋友做一个了解，咱来看这吼。加密货币特性甲种类啦，吼，加密的吼，要加密的，也有虚拟的货币，所以其实咱头仔是讲两项，吼，啊，另外就是咱大家较熟悉的，这是现主时啊法定的货币，吼，这是中央银行吼，啊，而且发行量无上限啦，讲无上限是较无遐正确啦，吼，啊，这啊另外吼，这个区块链。技术吼，这加密的有，啊，这虚拟的无，吼，这我小弟要请教张老师吼。啊，权力集中是安怎爱讲就这权力集中啊？哦，因为恁若是有权力，通好来管理、来创啥物，咱去银行背后啊，佫有监理的单位，银行本身就真济法令遵循啦。啊，虚拟货币的这个中央台，因敢有这种物件？咱小等下马上到底来讨论，先请张老师。是，像伫遮咱讲到就是讲，区块链啊，加迄个去中心化的部分，啊，亲像拄大平讲的，咱即马都用的所谓法定货币这钱，就是拢是央行、银行发行的嘛，啊，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伊的管理啊，基本上呢，为虾米即马会有这个所谓在去中心化？伊的原理甲所谓伊的根源，就是讲，今仔日到底是咱内底用钱，为虾米我今仔我会当撒美金，你会收？
就是因为你相信美金有迄个价值，真正有出问题，你会当去换，也是去迄个去做处理。啊，另外一点的部分就是讲，今仔日咱发行这个虚拟的这个部分呢，基本上就是讲，咱也拄着讲啊，到底是所谓无迄个信任感。你譬如说咱讲的就是讲，咱在交易这个部分啊，到底是讲我的交易记录要欠伫你遐，还是要欠伫我遮？啊，因为今仔欠伫我遮，我可能就去改；啊，欠伫你遐，你有可能去改。所以讲到尾就是讲，全世界大家拢改分散、去中心化，全世界万几台的电脑啊，所以互伊无法度会当轻易去改，这是去中心化原因，就是讲，要互改无好去改。啊，伊的原因就是讲，我今仔日爱确保这个交易记录是正确的，无这个问题。而且是原始的，嘿，是原始的。啊，今仔日我无可能，因为毋过伊这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讲，伊基本上今仔日我甲你交易，这一笔交易是确定的，是确定的。其他的电脑，伊得慢慢去总之会确定这一笔交易的，伊会甲问，确定了，伊得写做，伊得甲写入去。你这台电脑，你嘛甲问嘛写入去，所以就变成咱拄仔讲，因为这笔交易是真正的，所以就变全世界这万几台电脑，就全部拢写入去啊。安尼就是完成一个正式的这个交易，安尼就无问题。所以伊的关系的概念是安尼，就是讲，今仔日就是讲，咱对这个钱的部分，无亲像讲所谓，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台湾政府发行的这个法定的这个汇币，所以伊较创造出来这个虚拟的这个部分。这听起来就是讲真合理啦，吼。但是第一，科技上嘛有迄个骇客，骇客会入去创这有诶无诶嘛，吼。是。恁在实务上，恁在实务上，敢有拄种人，不管是黑帽啊还是白帽啊，吼，这种物件，敢有未来性到底在哪里？恁认为呢？你讲是讲骇客会安怎创？去入去改啊，创啥物有诶无诶啊？就有一句话，就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就是讲今麦的变化愈来愈侪，骇客嘛有足侪方法。较早最常见就是讲钓鱼嘛，钓鱼网站，钓鱼网站，钓鱼，这唔是讲甲区块链是无关系，就是讲大部分科技的物件、电脑的物件，拢会钓鱼的物件。即马咧区块链，你看到足侪物件有就基本的钓鱼一定会看有。第一就是讲，前面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做那个转账的动作，其实在做那种交易的转账的时阵呢，就是骇客有足侪方法的去摕你的钱，第一就上重要就是授权，授权那个动作，伊授权伊的意思就是讲，伊会当专利收入内底的钱，这个授权的动作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讲足侪人其实唔知影这个动作是上危险的，上危险的，就是讲伊授权就饲咧，我互你一支金锁匙，就是咱饲咧就钱拢无就是我足侪人是唔知影这物件的，伊就想安尼就饲咧就结束啊，就是讲真正结束去，足侪像有很多社交网站，甲你讲的 Twitter 啊 Facebook， 那就有连结嘛，就是去落，伊就说你会当摕啥物物件，摕啥物物件，伊无想这，就是讲饲咧，当时的那个骇客就刚好把你的钱给转走了，就是你的骇客你嘛找无人嘛，所以足侪代志拢是安尼发生的。所以在你的看法，你认为讲虚拟的货币，还是加密的货币，伊所产生的问题，甲实体的这个通货，应该是共款，无应该讲这个虚拟的咱就卖去交易，咱就卖去创。你就是讲，有的人讲是安尼，我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讲，迄种少年人就是因为开始无相信政府啊，美国也要倒啊啦。你看迄金融风暴啦，现在我要请教蔡老师啊，就是讲，你看迄08年的时候金融风暴，美国嘛安尼，无就是种奇美论啦，美国人一直印钞票啦，不如咱来创这，这是新的黄金，你会认为呢？就是讲，足侪人把
把机密货币当做黄金嘛，就是我的看法不是安尼，就是讲黄金拢想讲是讲避险的物件，对不？避险，歹势避险的物件。但是咧，你看即卖的比特币的计数高低低，对啊，你讲跟他嘴大怒神，对啊，你讲我的钱就惊你这钱无去全部丢到比特币里面，就安尼高低低，这个叫做避险嘛，就这人就是有这。想法就是讲好像比特币就好像就没有问题，但是它的价格还是很容易受到市场上的波动影响。但丁丁你出名呢？你佫是区块链观点的创办人，你是咧鼓吹还是安怎？我的角度是这样，我会比较希望大家是用客观台语安怎讲？客观，嘿，就是爱客观的看这个物件，就是讲。我觉得有一些人是想讲是投资，有些人想讲是支付，有些人想讲当做一个储蓄。每一个人的看法是无同，但是我是建议大家是比较客观的看这个物件，因为足侪人看这个物件刚新共款，刚我买这个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你先想看卖，你现在你若讲。你若做老师，你要叫大家安怎投资这区块链我要先问蔡老师哦，蔡老师，在你本来总体经济对着中央银行现主时的发展货币，你安怎看这个虚拟的货币的这未来性？我感觉伊的未来性，就爱看这个社会，还是讲全球接受的程度，大家接受的程度是讲我了解的程度。我有法度讲同意安尼，比如讲就我来讲，我就感觉我对伊无了解，所以我就无信任，无信任我就袂去摕即个钱嘛。其实这毋是即个虚拟货币的问题尔，其实就那像讲我即马都无相信人民币，我就袂去想要继续摕人民币，我就会换成美金，相共意思。我感觉台湾即马较好，我就想要摕新台币，我嘛无想要摕人民币。我感觉这是拢共款的意思。我感觉。拄则讲着讲虚拟货币，伊有法度安尼计数安尼悬加波动足悬的其实一个上大个原因是因为咱大家资讯是无对等的，就是讲你知影参我知影是无共款的，你知影比我知影较济所以较会造成讲有一寡人有法度伫中去趁即个钱，因为咱的资讯是无对等的嘛。就那像咱咧讲的股票内线交易相共。你知影比我知影较济，我咧第二的时阵，你已经要落车，你开始要就车，当然你就变成讲你去用抬头嘛。所以伫即个时阵，我是感觉讲像中央银行我感觉中央银行嘛是真正最重要的啦。就有哪转来咱拄则讲到的议题啦，就是讲，毋是讲要叫你甲遮的货币管到啥物程度，上无你政府爱有一个态度。毋是讲，互遮个人开始慢慢咧算，你拢完全拢放我，拢当做你毋知影讲咱台湾无适合，安尼是毋对的。但是讲嘛，当然我知影因遮大家咧讲虚拟货币，大家咧推行感觉伊足重要的。我知影因的观点是啥货，但是有另外一个方向，我嘛大家嘛是爱思考，就是讲，啥让咱看到遮个地下经济，包含真歹即个卖毒的啦。也是讲去帮助，搅拌去帮助遮的即个去讲，比如讲罗西亚去攻击即个乌克兰啊，遮的活动啥那足侪人拢会透过即个虚拟的货币来做即个交易，来做即个赞助。你若无法度回答即个问题，还是讲遮的交易所若无法度去解决遮个问题，其实社会要去接受即种的货币。是有困难的。每一个国家对着这种的货币，还是发行人，恁咧讲恁的货币偌重要，其实上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无啊啦。你若无一个社会责任，就无一个社会信任啦。你若无社会信任，你就无法度互大家拢同意你即个物件。所以我嘛讲倒转来就讲，大家若感觉讲，比如讲像即马中国安尼做了无啥好，大家就袂相信讲人民币会愈来愈悬嘛。大家会感觉讲你安尼买人民币愈来愈歹啊。虽然讲罗西亚要用你的人民币，虽然讲伊朗要用你的人民币，也门要用你的人民币，但是其他民族国家就无法度用你的人民币，所以你的人民币就无法度国际化。所以共款的道理就是讲，
你的虚拟的货币，若无法度互大家信任，你小共无法度国际化。你小共敢若有假的人，就是一定要用你的，这我同意。啊，用的人有愈来愈多，我嘛同意。但是绝对无法度普遍化，我嘛这是一个重点。林律师你安怎看呢？其实从普遍性的，我们现在等于是谈论到加密货币的普遍性嘛。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新台币，我们可以说3500万人在使用好了，好不好？就是我们台湾包含一些外面。可是目前比特币在用户应该已经是有达到3亿了。我是单纯从普遍性的认知性来讲，那从大家的信任感对这个信任，其实在我们不能以台湾的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一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大一群人，而且是远大于台币使用量的人的共识。所以我认为在共识上这一块可能是可以解决的。第二个解决的就是一下涨一下跌的这个问题嘛。那其实这个林律师，这我有无同款的想法啦，你听看卖吼。3500万人来使用台币，伊相信这个台币，因为伊这可能会使讲是100%的人拢相信。但是你今嘛，你讲远超过着新台币，大家咧用这个虚拟货币的人可能有3亿。但是3亿比咱全地球80亿的人的比例是低的哦。这别讲。我了解你的意思，我就是要讲，真正现在加密货币的这个社群对它有认知，让他认为它有价值的这个共识，其实大家不能低估了。可是你要说它能不能像支付，我加密货币，我要买一个便当，有可能不？无可能啊！全世界只有萨尔瓦多你可能买得到啦。所以我说的共识跟信任度跟共识程度，信任度绝对没有到法定货币的程度。可是我是说，对大家有这个认知、有这个概念、有价值的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不要低估，因为现在它绝对不会是货币，现在绝对不可能跟上法币的脚步。可是我要说，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切，它其实那个量体有到哦。那第二个我想要补充的是说，大家会说比特币很难去使用，是因为说一颗比特币100万，几百万，你是买啥啦？那这个也是有个概念。其实现在对比特币下一步如果变成货币可以使用的话，有个叫Satoshi的概念，几粒Satoshi是1亿分之一，那100万除以1亿，我是用以Satoshi的概念来进行支付、进行交易的话，是不是可行性就变高一点？我有通买1手币。嘿，就有可能有一粒Satoshi就买一个币路啦，就买一个币路啦。所以一是有可能哦，我只是要说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就是。但是你讲要行到迄站要超偌久的时间？如果你说要Satoshi，实际上买一些商品，其实一直都有在存在，只是有没有普遍到变成大家生活习惯？我其实林律师咧讲的一个点，咱咧讲这个货币吼，有法度普遍无，唔是咧看人数，你来看伊，你都要讲到一个重点嘛。交易的总金额、交易的频率、交易的频率啊悬，代表大家愈来愈认同啊嘛。所以我是感觉讲袂当干那用人啦，因为其实大家毋是讲要看过这个Bitcoin 这个重要性，还是讲虚拟货币这个重要性。大家知影伊是愈来愈重要啊。只是讲你伫愈来愈重要的时阵，你要安怎互较侪人来认同、来使用？重点是使用，毋是大家人拢摕咧，讲我伊买1箍，我伊买1箍啊，有3亿人甲你，甲你拢甲你买1箍，即马大家拢无啥咧交易，是讲交易频率足低，其实这嘛是另外一个问题嘛。你要避免这个问题，就是讲你要互这伊变成互提做地下经济的这个部分，我都尽量去避免，较会互伊的，互大家对伊的信任会较愈悬。我完全认同啊，可我刚刚只是。跟大家提醒说，有这个Satoshi，和大家拢知一个概念而已。我嘛真有兴趣啊，但是我嘛是像蔡老师安尼讲，这也不赖呢。这当时才会当到迄个程度，咱要等偌久？即马人投入的人，因到底是咧赚啥？你说目前赚钱的模式嘛？就是其实现在区块链很多比特币它在走的路，其实就是金融行业在走的路，所以说。我们过去，我们银行，我们是跟银行借钱，然后银行赚手续费、赚利息费。起码加密货币也是有存在的，手续费一定是有的。那第二个就是存在的，就是我们叫做 DeFi， 是
decentralized finance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金融，讲的名字就炫哈，可是其实也就是借贷拿利息的一个方式啦。所以他们也一步一步想要跟得上金融的脚步。要咧救急了，东西赶快。那今嘛就最新的米加西，今年1月10号，美国的 SEC， 美国的 Social Security Commission 就是金管会啦，美国的金管会通过了 ETF， 所以已经把比特币当成可以变成指数型的股票来进行贩卖了。就是 totally 就是完全就是合法的东西了，所以也是有渐渐的往就是大家讲的进入生活的方式去走，所以再来可以不断的看到，就是利用加密货币，其实就会往金融业现在在获利的方式去靠拢。那其他这是比特币尔啦，不是讲所有的虚拟的货币啦，这你要讲个清楚，无大家会感觉讲啊那规个虚拟的货币，拢去互美国的监管单位拢甲你承认啊，这是两件代志，因为Bitcoin伊是做了较好，所以政府机关感觉这有一个认同的基础，伊较有法度互你去发行嘛。啊，今仔日若讲有其他的虚拟的货币拢提出来咧，安尼要去申請，你一打遐一打我有法度，系啊，是啊，丢 ，only 只有比特币。我补充，目前只有比特币有通过 SEC， 但是前景恁是乐观的啦，吼。对，基本上啦，吼。这我要请张老师来看吼，就是对咱人类吼，对这个科技的前景吼，到底这个科技的发展，敢有通啊，更较加强，吼，更较加强。对着检查也好，对着即个防治，吼，甚至有通防治洗钱，因为我知影足侪中国人透过这吼，不管是即个正二代、红二代，拢透过这，尤其即几冬吼，大家惊甲惊去习近平、习主席，拢去习去安尼吼，拢安尼用透过这个洗啊，这到底科技上有法度安尼来做，除了法律啊？因为应该安尼讲，就亲像咱拄仔讲的，像美国，因为美金是美国这边有法度去控制。咱像就讲咱讲的这加密的货币的部分，也是所谓这虚拟的货币的部分。因为基本上因为去中心化，所以伊基本上无所谓这个控管的这个单位。咱即摆咧讲的就是讲，所谓即摆所谓不管是台湾还是美国，即摆大家开始慢慢从这个货币的部分，甲当做是金融的部分来做管理，这是应该，这是正确的。爱行的路，咱这是爱行的路，因为不管是所谓这个趋势，还是讲真正嘛是愈来愈侪人会当接受这个物件。啊，毋过就是讲，对我完全认同拄啊蔡老师讲的，就是讲为什么？因为伊先天就是无啥物人会当伫上顶管控制这个货币的。袂使。嘿，啊，你无这个人，无这个单位，无这个组织。无这个政府，所以就变成讲，你拄啦平平讲的，不管是所谓中国，还是对有的人在洗钱，还是啥物，都用着这个方式。啊，你造成这个部分的问题，就是讲，你除非讲以这个货币的部分，咱做所谓咱咧讲的就是讲，像咱即摆台湾，拢有所谓实名制啊。其实啥物人拢，就亲像讲，咱伫银行，咱拢有户头，咱拢是实名制的。所以，咱若照正常来方式咧行的，其实伊拢查会到。即摆问题就是你拄仔讲的，讲不管是中国大陆，因遮咧出来，拢是透过，就亲像金融的体制内底，因拢毋是行正常的管道，因拢是透过地下的管道方式去做。其实应该是讲透过，因为因是透过地下的方式，啊，伊即摆来伫做的做法，用即个加密的货币。是上介简单，因为伊是去中心化，啊无这个部分各国的政府要去管制伊是相对较困难的。所以科技上到这为止，应该是讲，咱以技术来讲，伊本身伊就是有照这个方式，照这个你该。基本上该有记录啊，是啥物货资料，啥货拢爱有啊。即摆问题就是，因遮违法的人，伊根本就毋是照你即个规矩咧做的，伊就是经过透过洗钱地下方式安尼来做即个方式，所以伊造成就亲像讲，咱较早讲，咱因较早无即个加密货币，因嘛是人咧专门咧洗钱的，嘛是专门有人咧做即个代志，因嘛是有因的管道甲因的方式去做。所以我
以咱若讲以技术的部分来讲，因为这是一种创新的技术，这是值得去推广，去大家了解。啊，就亲像咱拄仔一开始讲的，会有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因为无信任，啊，甲伊即个第一部分就是讲，是其实拢毋是技术所产生的问题，拢是伫管理部分，也是因为咱资讯的无对等。基本的人性，我无就是贪，无就是讲，因为我完全毋捌，我着互你做，也是安怎，可能就是为了伊甲你讲会当趁较侪钱，也是安怎所造成的问题。所以这甲技术这个部分，我的看法是分开看。技术的部分是会当推广，问题就是讲，以这个规则、这个制定的部分，应该是讲以咱台湾来讲，咱即马嘛是拢已经是基本的实名制相对应的物件，咱拢有做啊。即问题就是讲，伊要安怎互伊更较会当更较完善，安尼这个部分。丁丁甲这个林律师吼，上后要讲5分钟吼，我先读一个讲咱各世界各国吼，包括迪拜吼，以后有一个专门的监理的这个虚拟货币资产机构的经济体，定义讲什么是虚拟资产，包括资讯资讯包括 consulting 啦吼，经济自营商托管对外借贷管理甲投资转销结算伊嘛有清算的机制，这是迪拜新加坡伊是稳定配达的这个管理这个 frameworks，但是禁止使用信贷甲杠杆，台湾呢？台湾即马无这个免讲过来瑞士人有2019全球头一张虚拟资产银行的许可证，后明2023 4月份嘛是真晚近全球头一波跨国监理的。丁丁，你安怎讲？那我头就问讲，我知影你，但是你掠袂着我，嘿嘿。到底恁家己认为讲，无就是咱家己爱自我小心嘛尔，其他无其他的方式。就是讲，当你去做交易的时阵，或是去跟人家去互换的时阵，你在做这件事情同时呢，其实我是觉得是可以多寻求法律跟会计的管道，真的律师，会计师两个拢上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叫做自主监管，就是讲，如果你待的地方是无参照像这些国家为规定的方法的话，那你自己可能就要想尽办法说，当如果出状况的时候，有出代志的时阵，你安怎去比如说透过法律保护自己救济，对，所以这个确实是家己要做真侪工课，对。所以这不是讲听老师讲就会使啦。就是你听足侪老师就是讲你爱买安尼，你线是安怎会对吧？但是很多其实相关真正在保护自己出代志的时阵的时候，其实都不是找老师嘛，就是都找律师嘛，或找检察官或找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应该就是说，当你要选择去接触这个虚拟货币的时阵呢，你就是爱想清楚中，你出代志的时阵，你爱安怎保护自己。来，律师，好，谢谢丁丁，丁丁一直帮推广我们律师哇，金价无高干下，这是实话。可是我重点我想要讲的是，刚刚我讲到自救，就是有2个层级的诈骗。第一个是刚刚讲的，我跟你讲，像 Line 就是老师跟你讲说丢钱丢到哪个交易所，我可以讲这你不用请律师，他跟你讲丢到哪个交易所，你可以 Google， 你只要输入他讲的交易所，然后打诈骗，出来有诈骗，那个就是诈骗了。那么简单，你就可以确定了。可是你要可能我们要入场的，其实刚刚我们那边有讲到，新加坡特别有提到说，他们禁止使用信贷跟杠杆，这2个其实是这个才是真的会跟加密货币相关，会认为也不是说骗局，而是过度的让你家破人亡啦，真的。因为信贷跟杠杆，它是我去质押我部分的比特币，可能我质押1颗，然后我杠杆开10倍。哇！我一赔我是要赔10颗，10颗多少钱？1000万。对，就是保钓，而且是合法的保钓，在禁止之前。所以，你看我们这监管很有趣，我们真的我们去那么严格的去禁止信贷、禁止杠杆，是怕你有认知的人去过度的赌自己的身家。其实这不是去防范那种坏人了，
这个就是禁止你的交易所去用做过度高风险的东西去做这样的游戏，所以监管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太阳啦。就是安呢，这是稍微补充说明。所以目前台湾是完全禁止信贷杠杆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几个交易所，他们都只能买现货，就是我去买比特币，我去买以太币，那是现货的，所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可台湾反而比较严重的是真的像我们张老师讲的，是那种地下化那种，你怎么防的？其实就很像以前我们小偷，我用跑步，我警察我骑个马就抓到了。哇，现在小偷他自己开蓝宝坚尼，你怎么追得到？就是跟我们现在加密货币传输钱传输的很快。啊，拢是天涯海角的，你是要安怎？那这想再补充最后一个点，就是刚刚讲到那个欧盟嘛，这个全世界的监管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讲到加密货币的户头汇到新加坡就没了，可是如果我们可以跟欧盟一样整合，台湾、新加坡整合。